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好好運動一集單元。同歡喜今日又來教大家做運動了。我係今日嘅先生，我係羅元婷老師。一下呢，我會介紹兩位動講嘅助教老師哦。到我右邊上嘅係玉婷老師，到我左手上嘅係靜怡老師。好，一下呢，你看草地的話，我夾放起來哦，然後我就向下來做運動哦。做運動有乜嘅好處呢？就得讓你身體變得更健康哦。好，一下呢，夾放起來哦，然後我就向下來運動。好，首先呢，向起來家下呢，我讓我就雙腳打開來。好，平行你的肩膀，站穩姿勢。腹部收起，屁股夾緊。好，站在你最舒服的姿勢之後，好，把你的雙手來點在肩膀上。好，我們要做上半身呼吸胸口的運動。好，點在你的肩上之後，你的手肘、手肘這邊，合起來。好，批下你的呼吸，吐氣之後，打開來向外面。好，再來哦，吐氣向底肚，打開來向腦背，過來，吐氣向底肚，打開來向腦背，再來哦，向下來做吐氣，打開來，還有吸到，慢慢地做，一開始呢冇做痛腳，嘿，因為你身體忙暖身起來哦，做痛腳的話哦。會導你身體會有運動傷害哦，一定會做慢慢的運動，打開了暖身之後，再做快的動作。好，最後2次咯，加油！吐氣，吸氣，輕輕一抖，吐氣，吸氣。好，胸口的運動做完之後，然後呢，左手不用動你也會中邊。好，右手打開來。做得的話，你目珠都來看你的手指頭的方向，我向後繞，向後繞。好，然後我做你手臂延長肌肉的運動哦，等好來了，我們向後繞哦，我們繞8次就好，倒數咯，8度數轉來，7度數轉來，加油哦，6度數轉來，5度，4度。加油！3度、2度、1度，有吃到你手有點酸酸嘛？有的話呢，就表示你手有運動到哦，有燃燒脂肪哦。OK， 數轉來，要往你做數了，同樣要用向後繞的方式訓練你的手背肌肉線條哦。好，再來咯，第2次回，第3次。回，做的話細細看呢就好，唔是太大。好，細細看呢，你的手呢就有運動到哦。過來，好，輕輕吸到咯，4度數轉來，3度數轉來，2度數轉來，1度數轉來。好，同樣不用到硬腰的蛋糕，2隻數來了，向下往後繞。回來，再來一次往後繞，回來，一樣配合你的呼吸，吐氣，呼吸，吐氣。甜甜老師來了，向下倒數8個，8，數轉來，7，數轉來，6，很好，加油，5，4，很好，3，再來，2，最後一個1。吐氣收回，好，在這裡雙手放在你的腰上面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氣，輕輕的呼吸，吐氣，放鬆你的胸口，上半身吐氣，再來2次咯，上半身吐氣，好，吃到手酸酸的話，然後拉長你的手臂，讓你的手臂更長，我們要向右側腰彎。你的右手呢，會貼在你的腳大腿旁邊的。好，你的左手呢往上看，相反2個力氣，對，拉長你的側腰，
来用你的双手，好，我们在这里呼吸8拍，来了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一样回到你的双手打开的位置。好，让你的手束重心呢朝前面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换左边咯，一样把你的左手靠近你的大腿，右手往天上看。好，我们要上下2个力气，把你的侧腰再拉得更长。然后用倒数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一样回到你的中间位置，收回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呢，要做上半身的旋转。好，一样，先要把你的双脚往下弯，臀部转好。好，做我们的师傅 QQ 哦，要呢要松开你的脊椎哦。好，要鼓掌来，嘿。7条毛在前面，你们要松开你膝盖哦。好，强强的鼓好了就好了。想抽的呢，想象呢，你的臀部有一张椅子帮你撑住。好，双手在你的胸前。好，打开旋转你的上半身，把你的左手往前，右手往后。对了，旋转上半身很好，我们慢慢做。好，一样在这里呼吸4拍就好了咯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收回，一样好，再次往上吸气，重新呼吸哦，往下蹲，要相反咯，左手打开，右手朝前。嘿，两个视线呢，我看到后背嘅招数。看到后背嘅招数，我们示范老师的眼睛向后看到后面的手。对了，很好，好，慢慢的收回中间。好，吸气回正，漂亮，非常棒。好，再来往下蹲，吐气往下，一样向后打开。好，深呼吸4拍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的收回，膝盖拉回来，再一次的鼓下去，手打开来向后面看，同样呼吸4拍，3、2、1，手倒转来，吸气，膝盖伸回来，再来2次哦，加油，我们往下蹲，双手打开看后手，呼吸4拍，3、2、1，很好，收回来中间，肚子往上吸气，最后一次往左偏了溜，鼓下去，师傅记得莫翘起来哦，身体向后面转，4、3、2、1，手动到前面，好，吸气收回来，好，双手放下来。这个是第4个动作，然后呢，我会复习前面的动作个，你就还记得吗？第一招动作是嘛干呢？松树点在你的肩上，手肘吐气，靠近，打开，胸口推出。好，一样哦，我们走8度哦，来了，1回，2回，3回，4，听听你做就好。5，来咯，6，最后2次，7、8，好，听一道动作係乜嘅咧？右手畫眼前呢，係右邊畫後背，慢慢地畫8度，係加油哦！再來5、6、7、8，右邊走的，我走那邊，左邊動好，來了，左邊走，畫眼前呢，3、4，加油哦！肚子會收腹部，屁股夾緊，7、8，非常好，收回中間。第3個動作，來雙手打開，手心朝前方，側腰拉長上。对了，2個手的力量，一個上，一個下，把你的身體再往長拉。吐氣，4、
3、2、1，非常好。回到你的中间，交换左边来咯。眼睛看你的上手，吐气，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收回中间。我们还要再来2次哦，加油哦！感觉做完动作呢，你的小蛮腰就会出来咯，很好哦，加油！3、2、1，最后一次。左边拉长，看你的上手，吐气，4、3、2、1，速度转来，动好。轻后一只动作，旋转上半身，来咯，膝盖鼓下去，旋转上身，看你的右后方，吐气4拍，4、3、2、1，速度转来。肚子往上吸，好，再来咯，左边来了，鼓下去，慢慢的做，看你的右手数，看后背，4、3、2、1，数到前面，吸气回来，轻后2度咯，加油哦，先鼓下去，打开来，看你的后边的数。吐气，4、3、2、1，收回前面，肚子往上吸，最后一次，加油了！吐气往下，看你的左手向后转，吐气4拍，3、2、1，数到前面，数转来，好，松树不用下来，彤彤诶，会吃到树用吗？速动双阳哈，好，安内稍微的按摩一下，把你的双手肌肉往下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好，松动作做体咧，要不用松哦，在我们的肌肉脚顶的动筋骨安内用的。好，速度做咧，硬脚。好，基本上呢，动欢喜有到大家做无强的运动哦，希望嘅大家呢，要接来做。当然，慢慢一些来做，你就会变得更健康哦。好，今日的动作呢就搞到一片了，感謝大家，下禮拜下一度再個見面了，拜拜。